这个穴位跟传统中医的下关穴有点像，就是说我们现在在扎的是第二神经节的位置，然后它这个在颧骨弓的下方，在我们的颞颌关节的前方，然后在离皮表差不多2.5寸，差不多6点多公分的位置，其实是蛮深的。然后在扎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那种所谓的那个要有点技术，然后但是它效果对偏头痛等等有些还不错，效果还很好。谢谢。医院能够有这一些对偏头痛的特殊治疗，而且治疗效果相当好的方式希望能够借着这个机会，让所有的我们的百姓、我们的民众能够知道有这样一个好的方法，将来避免长期偏头痛要长期服药，引起这一些生活上或者是生理上这些不必要的一些负担。有这样好的一个方式。偏头痛的治疗方式的话是分两种，两个会配合一起做。第一个就是止痛药，止痛药的话，因为这是中到强的这个头痛，我们止痛药有时候病人会用到比较重的剂量。那偏头痛止痛药我们叫做 painkiller， 就是把这个头痛把它 block 掉，把它杀死掉的 painkiller。但是 painkiller 不能长期使用，如果长期使用的话，会造成药物的依赖。针灸的话，基本上现在越来越多 evidence， 或者越来越多这个临床证据告诉我们说，它可以做两个，一个就是它会治疗这个头痛，刚刚讲 painkiller 可以治疗急性头痛，也可以治疗所谓的这个当做预防头痛发生的这个偏头痛的预防药物，预防的治疗，所以它是可以代替一些药物的吧。那扩张造成的，也就是说这个位置，这个第二神经节它具有双向调控的作用，它可以让类似一个开关，它可以往上或是往下，打开开关，血管扩张，它就可以治疗中风的后遗症。如果把开关缩小，让血管缩紧，它可能就可以治疗偏头痛。谢谢。之前就是1个礼拜大概会有2、3天的疼痛，有时候疼痛起来都可能一整天也都会有，然后让徐医师这样子来治疗，他一次可以大概3、4个月的时间都不会再复发，所以郭先生也谢谢我们中西那个神经内科、神经那个针灸科的这些他们的一个成就，谢谢，赞。